后来，即摆有真侪都市人真爱伫夏困的时阵种菜做农。新北市二中苏杭道内底的绿化农园，就开放予市民乘租。也毋过抽检4项的作物，发现杏菜重金属铅的含量超过标准，所以即摆种伫的农园的作物禁止采收、贩卖甲食用。确实的污染源是啥？已经针对土壤甲水质来做检验。7月初就会知结果。这规大片是新北市二中苏杭道的绿化农园，今年3月开幕，570家马上被市民租起。不过5月份连续大雨，地势这水排袂出去，担心农地会有污染。新北市府农业局抽验4种的作物，发现这杏菜重金属铅的量是超标0.1 ppm。新北市府工程管理处依照规定公告，禁止采收、贩卖甲食用。对。现在还敢吃吗？我当然不敢吃啊！反正你要安怎啊？现在是爱情嘛，是爱食。嘛是爱情啦，食就边看啊。市民讲，这种的菜大部分拢是家己食，少部分卖采收到市场卖。初步检验这盐超标，到底污染源是啥物？针对土壤的农作物的土壤也来帮我们做一个检测。那预计这个检测报告也是在7月初会出来。水质的部分的话，哈，那个我们这边也有做裁剪哦，针对那个灌溉水，好，那以及市区排水，好，我们这边也裁剪。官员表示，原本提供的土拢经过检验符合标准，才予农民租用。目前针对水质、土壤做进一步检验，7月初就有结果。若是检验确定有污染的，就废园期间的损失，嘛依照规定补偿。